仲喺度諗住要不要全屋定製。睇完呢條片，包你即刻想落單。入門位度新訂做 L 型獅子櫃，配可伸縮餐桌，空間靈活轉換，點用都順手。客廳多功能組合櫃，雜物收得晒，顏值又夠撐。主人房全屋榻米，加懸浮床頭櫃加超長書台，再加兩面衣櫃，收納同休息都滿足。主位同樣乾濕分離，精緻生活從細節做起。次我靠窗整地台床，床邊書台連到頂衣櫃，溫書同休息一站式搞掂。兒童房上下床慳空間，衣櫃直接伸出書台，溫書同瞓覺互不相干。廚房左邊 L 型收納櫃，囤貨完全冇難題。右邊閃炒勾動線順暢，煮飯人再多都唔擠。洗手間乾濕分離，清爽唔會沾潮氣。想整同款 PM 我攞報價單，免費設計等你拎。